爱情，迄款该相爱离去，留下孤单该最爱。不还爱跳故日该命运，走神爱离开，爱上有原因爱袂转来。 小妹，阿瑞哥，你做乜点牙头掠尾啊？唔记得的心思啊，连前面嘅人都看得出来呢。来啦，送茶，来再来一转。下礼拜啥什么人咯？我半夜走出来，对冇？掠下又唔系半夜。反正哦，都会团舞啦。你吼虽然看起来恶晒晒。 不过上都很做得呢，真危险呢。你掠迄乌龙也系用船啊？夹啦，我吼顶多杯啊几斤汤二条啊，千花绵绵千久了呢。本轮呢吼，当都要死的啦。来啦，送茶。可能那红有请发绵绵的。阿瑞哥，你莫听你播好冇啊？我唔知查克那么。 会变做嘛该用。你讲嘛嘅啊？你有冇听清楚呢？讲较太上调啊！阿丽哥，按落来咯。合战喽！ 虽然哦，你看起来很丑，我知了，青虫呢。你啊，搁唔减肥哦，啊你办爱落咧啊，都再唔轻松咯。冇关系啊，你讲，唔那落咧，又会再唔啊？哟，做乜解睇出個啲那邊排列咧人針眼啊？哎哦，幾件千久冇看到有咩排蟲嘅呢？哎哦，要排死啦！入面完全冇蟲，係世界中嘅。冇用嘅做咯，你做幫人看啦。至少我跳來來啊！拜託，莫博咗你好冇啊？說啊，阿瑞哥，我就等你千久誒。你稍稍去視察，再挨到去接太子阿哥，好冇？唉，按大做去派出所做乜嘅咯？去搶提防遐，也係有證品啊。有啲會妒忌咧呢，是咪啊？來走咧。做到了。你件事上你件事啊？哎呦，你條你啊，迄人係準做司機啲嘅用係冇啊？見視察見視東西哦，真危險呢。OK 啦，得啦。阿雷哥，
唔通就将是卡包掉就好了呀？冇呀。这样就好嘞。啊，如果你食材，我来为你设置。哎呀，反正吼菜二老敢要食啊。来看吼，二条啊，什么情记？来大天发老几个很记送二条去啊，吼。啊，如果做么个无爱老奶就看下去。阿瑞哥，你还有其他的事情没？冇良心的。无良心的很易啦，哈！老外做面都爱用啊，啊！你敢唔会保重啊？啊，聊一晚上啊？诶？我莫是这般本事啊！算了啦，阿瑞哥无想要做嘅事情哦，无认识的勉强佢啊，免家家去找阿感冒，莫浪费时间咧，行你。你做嘛个大做就请来了也是这啦，一时嘞就冇抢你。你都好啊。哎，错嘞，阿瑞，应该做第一只太子啊吼。哼，你妈都两下做你证明啊。虽然太子哦眼瞄出来啊，很隐身呢，不过这枪做的证明，佢冇识太嘛。哎，月底哦，佢要太嘛现行犯呢，警察人哦。无可能天天表演的啦。不过，因做的高保啊，至少有成本太支出咯。高保要做唔对假事情啊，加强的治标不治本，重要的迄营业情都真相，错的啦，太子喊，有冇？真的假的？这孩子看起来不像是个不良少年啊。老板。那请问一下，他在这里工作的情况怎么样？是还不错啦，这孩子哦看起来酷酷的，不过叫他做什么他就马上去做，也不会偷懒，也不会啰嗦啊，不像现在外面年轻人哦，念他一句他就回你8句了。等一下，你说你是大志的？哦，我算是他的表哥啦，这位是大志的老师。啊，大志真的被抓去关哦？大志现在的确是在警察局，但是我想那应该是误会，大志绝对不会做那样的事情。我也这么觉得啦。大志这孩子哦，工作还算蛮认真，也很正常啦。你说他去跟人家打架，我还会相信。跑去卖大麻、抽大麻，这怎么可能？如果真的话哦，他怎么可能会来我这边领1个小时70块的薪水啊？哎，老板。那你知不知道大志有没有时常往来的朋友呢？大志啊，这孩子一直都是独来独往，也不太跟人家说话。唉，要不是哦，这个阿发啊跟我说他很勤快哦，我一开始还以为他是自闭症，才不会用他嘞。阿发，阿发是我外甥啊，跟大志哦是国中同学。唉，我们家哦阿发要是有大志哦一半勤快就好了。我姐姐哦，也不会一天到晚在念他啦。啊，不过阿发这个孩子哦，这本性不坏啦，只是爱玩一点。哎，老板，不好意思哦，那你知不知道哪里可以找到阿发，或者是你方不方便给我他的联络电话？有是有啦，不过他一天到晚给我换电话，我来找找看哈。谢谢啊。太子阿哥赚无卡，因为印尼冇钱，老保你看够无啦。虽然验结果出来咧，保你看冇血图，不过机器有图片啊，会调下机体新闻，会使人扣压起来啊。因为阿瑞哥明明伫根本你请唔到太子阿哥。所当某爱老奶就向他软呗，该给摸清你的面。阿爷才不是这样嘞，他只是希望你们先去关心一下大志啊。拜托，
半年，你都会来看暴力款界啊？命去，太子阿哥，我买托片。当然袂啊。太子阿哥都在马个世界，上周得赚不卡，那就用冇钱破几出了。太子阿哥总叫我本人关起来咩？我关清楚咩？去补习了耶！这小孩最近才跟我保证说，他要乖乖好好的念书，他要考大学了耶。都几点了，也不知道他跑哪去了。不好意思哦，是我们麻烦你了，谢谢谢谢。你的衣服看眼哦，真给你亲切，一撒比一撒，还看黏黏黏黏。哎。你啥人有冇按奇怪呢？来拜托人家，还会向你念哦。你不能做黑啊！做嘛该女儿请阿发的？你敢知道阿发老太子那件事情有嘛个关系呢？咩唔知啊？唔过吼，我喺第六感同嚟讲，听说我係有关系啦。那你做事情全靠第六感咩？是警察局吗？你好，请问一下，你们昨天是不是抓到一位叫做沈大志？对，是，对，我叫阿发同学吗？你干嘛？你是大志的朋友吧？什么志？沈大志啊？我没听过。哎。可是我刚刚明明有听到你讲电话提到沈大志啊！我听不懂你们说什么，我要回家了。哎，阿发，晨晨，不是各位，阿发同学，如果你知道什么真相的话，我会在查克的摇滚屋等你，不要忘了哦。是这个摇滚歌手天体类的主唱夏阳雷，同家属妹利用同光景阳民俗的事件，搁闯案外案。本人收容嘅相信嘅青少年，拖雅典本人捉到违信有大麻。除了有控毒嘅嫌疑之外，警方连晚码头调查相信嘅青少年殴打同校同学卢俊平议员嘅那个事件。经过记者追踪调查，发现相信嘅青少年嘅爸爸因为吸毒过量很用心啊！当然同大麻根本都係一萬億嘅事啊！有到記者竟然懂奇怪，踢球過了啦！我跳那動痛，我嘛會轉警方休息啦。早知道就不要送给这些记者橘子酱，这些人只会乱说话。我看他们是没遇过坏人，下次就不要被我逮到。我春意，好嘞，唔是驚吼，阿春意會處理嘅吼。阿磊啊，你要去哪里啊？好恐怖啊！哎呦，你刚不是很大声的吗？刚刚没有搬出去啊！你要是怕，就待在这里，不要跟前跟后的啦。阿妹啊，麻烦你照顾他们一下哦，谢谢。不要怕，我保护你。
冇得嘞。我向外就唔会得，也做得啦。你就搬出去，我就做得唔会得嘛。你莫太过分咯！阿雷，莫用啦。系啊，录音嘅，各位领莎，然后太子家带到鸦片也急救的啊，迄人事也唔系1年2年啊，做嘛嘅免到安样呢？迄讲唔系你条民俗上天师，咪快几个钟头的名声，然后就咩模上的爱用钱，咪快感情啊！对啊，你们这样搞，以后谁敢来我们村里？大家以后怎么做生意？错！我了，听来讲啦，也系误会啦。阿飞啊，你阿弟挨到个生人真乖啊。错啊，隔条的生人哦，都唔系坏人啊，请个较无人关心的，拜托大家的体谅记得的，本隔条的生人一定要记费的好冇？阿春姨。你想要保护佢哋，我嚟到做嘢嘅，咩保護自家？也係講那人嘅聲音行到路行，莫名其妙俾人打，也係說到個恩樣架勢。冇唔錯啦，牙拉做啊呢，莫名其妙俾人打，搶亞威嗬，冇負責任嘅先生，我都本乜嘅機變咯，搶案呢嗬，將生態子嘅行為啊，我本殺氣啊，帶來麻煩啦，一定會影響總條生活嘅品質同安寧啦。我就相信哦，太子的清白的啦。抢伊到本来经营的时间，我提出要证明太子无辜的。系啊，太子家都认识个30年个隔壁零三的，就天数爱好冇？拜托啊！好啦，再机会啦，再做啦，可怜啊，我已经有机会啦。咁冇安尼好嘅啦，聽個下主好，我就會走佢黎明婚姻，到時我就來現場算命咯。清明啊，大家來結挺好嘅啦。好啦，好，太來咗啦，太來咗。素梅，你有呀？冇事。啊？冇事情啦，冇事情啦。歇困嘞。好，來這。阿瑞，你下都在用白型啊？你一次都冇講法，做到呀，仲唔講來曬？俺用做的證明，太子係清白嘅。阿瑞，你講法，我會急死咧！哎，要把要去哪？你推乜人開嘴名？我冇啊。推人開嘴名，唔係你迄個表現，係廣東嘅行為，你知冇啊？你冇法度，你哋錯過呢，係你自家嘅事情。老朋友冇相干，你啊幾件事情哦，已經牽得到人哋面上咧，我要問經營下去，你到底抵啊唔抵啊？沈太子，阿呂哥，我冇對騙人哦，開嘴名，你想太多了啊！太子，沈太子。就出來咧，太子有講嘛嘅冇？佢咁有講，佢係本乜人喊開啊？喊喐你！太子到底有講嘛嘅？佢哦都乜嘅咩冇講啦，個心哦比石頭硬硬嘅，我不壓死啊！阿發，不要跑！教官，不要跑！你還跑，給我停下來！不要跑！停下來！不要跑！被我抓到就完蛋了！還跑！
别动了！喂，为什么一看到我就跑？是不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啊？啊？是不是大志那个笨蛋替你顶罪，对不对？好，为什么你要陷害大志？你不是大志的好朋友吗？我不是故意要陷害大志的。警察来临检的时候，我心里一慌，我就把东西塞进他的口袋里面。去，陷害还有分故意跟不小心的。我知道错了，大志是我的好朋友，但是我真的没有勇气进去自首啊。等一下，所以大志从一开始就知道是你栽赃给他的。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自责，要不然你也不会打电话到警察局去关心大志，也不会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去看大志有没有被人家保出来，对不对？阿发，去自首。自首罪刑判的比较轻，相信我。其实你一直不敢承认，是因为你也怕你的爸妈知道，对不对？因为你答应过你妈妈，要变乖，要好好读书，对吗？可是你知道，其实大志更……我知道，大志被关进去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把我抖出来。其实我也很内疚，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他这么努力的工作赚钱，我还陷害他。他被警察带走的时候，我一直忘不了他看着我的眼神。大志，对不起，大志，对不起，大志，对不起。大志，对不起，我对不起你，我不是故意的。阿 K， 阿 K， 很用心啦，我睡去了，等睡啊。唔做笑咧？跳哪很痛啊！可能係做阿感冒嘅茶，吹風吹得叫實很多咧。阿川咧？而家姨父拜託啊，少做黎明台費嘅人，莫會唱數老一年叫出去。我帶你去本先生卡，讓你拿錢。你阿健保卡不用內位啊？唔是啦，是人都該做嘅時候啦。我跳哪動從動上什麼誒？好。來。已經到歇困好冇啊？嗯。來。仲快哦，你冇事情咧，做啲白太之前哈。出嚟，阿瑞，你用咩啲喺阿發加咗本太子啊？哎吼，亂講的啊！你阿發佢自家全部講出來啦。有樣數本哎。阿瑞哥，你唔會知道你條鐵幾鋪嘅咩？你條暗用哦，我喺阿發本關起來啦。關起來？佢做唔做事情當然係關起來啊！得三人本來都會為到佢行為負責，咁唔係咩？唔過阿發係我好朋友啊，佢哦人係天數千度咧，
我前条路叫老爱手机，我目前哦买参考书，叫做讲爱啊。古说嘞，古说佢识太嘛，你都会攞佢开水苗。几下礼拜佢喺吃人，你们要跳出来攞佢开啊！哎呦，都会义气，都会保安，都会好朋友哦，太幼稚了啊！对，你讲话冇人吃讲，太伤人了。你根本就唔知啊！阿發幾個有嘅哦，都叫千度嘅期待嘅。喺講阿發啲錯幹呢，幾個有嘅會對佢千失望啊！按用千送有嘅心呢。雖然傷心，阿發應該有教訓，咩好有啊？假使吼，你係佢好朋友，你敢唔要推佢上歌啊？乜嘅意思啊？阿發佢老係講，佢倆建議咧，愧對你，實死也死唔落，衰也衰唔停。你那種脆弱感嘅折磨，比錯過呢還較死。你點冇啊？你知道佢有誒，也係啲佢來誒，有那種嘅行為，咁會歡喜。假使阿發做得因為呢件事情，重新面對佢自家，要解決毒品，哎用要親好。你哋乜嘅好朋友嘛？你根本都冇資格做佢好朋友啊！太子，阿發個雖然會本人送去解決毒品。唔過我相信，因為一件事情，佢哦做得重新面對佢自家，對佢係好嘅，對日嘅也愛，也係一個很好嘅學習嘅經驗，對人也係啊。好啊，然後講而家轉去，大家哦都叫到一部電咧，全部副卡電咧，落去啊！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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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晨晨嘛，你竟然偷我嘅面前去捡披薩寫了你嘅書，啊？你係我唔朋友呢？我捡哦，沒有捡我嘅書哦。哎，我們真錯。太子，我轉去哦，做豬腳麵線俾你食好嗎？好啊。阿藝咧？哦，連糖就好了呀。連糖咧？走來嘞，太子走來嘞！太子。哇，因為我政府卡按叫哦，從來都冇人幫我按一錢嘅男歌啊。佢係因為太子係我嘅救命恩人啊！阿瑞哥，你就唔好擱想那些名字咧，佢也見你哦，少到什麼多東西，你都起冇精神咧，根本你就算做得好好食東西咧。莫怪哦，有個黑眼圈啊，按太甜啊！阿瑞哥，什麼？歹勢啦，好易擔心咩？哎，太子啊，你愛用重色輕友哦，太嚴重了哦！哎，你太子家都親善人呢，你有冇搶到什麼公安歹勢啊？啊？好嘞啦，你唔好講小幾兩晒啦，你真無聊哎。太子，哎呦，太子，你再來了哈！迄錢到錢搞無限呢？阿春姨，迄太子嘅朋友哦，阿發去吃素嘅，成日哦，太媽迄期不用到太子嘅身旁，姑說太子冇事情了呀。我都知哦，應該太子哦，唔會天天人家好嘛嘅啊，買毒品嘅壞事情啊。錯咧，阿春姨，伊迄塊黎明太妃，太子家幾天用的啊？
应该都唔会过安尼就搬出去了哦。也好，太子哦，已经无事情了，冇问题了啊，太子家唔是小了哦。阿 K 嘞？哦，阿 K 做小头见到水啊。发烧哦，你会发烧嘞？我去看一下。哎呦，要做时间了，报到按用啊！哈，无烦恼，要要做规身的比例啊！你要细年哦，应该要说到马个时间啦啊！素梅啊，无生意的本意说吼，硬要嫌无聊呢。K 啦，阿 K 啦，用费按用呢，K 啦 K 啦，做嘛会变做安尼啊？是很多肉诶，做嘛见来见洋葱啊？你妈去用个不阿 K 是啊？都开到很多个肉啊！哎呦，阿妹，你叫不啥？来，停住，停住，停住！起耶，叫不啥？杀！阿 K， 阿 K 都在用的呢。阿 K 有蚕豆症啊，重点是还有阿司匹林，还有残留个东西啦。蚕豆症？是。跟阿 K 也不用诶。被蒙面诶。阿春雨这边又买事情啊，实在很奇怪啊，大半号就有事情。没用样啦，那边有阿春雨不看又出事情了呀？你看啊，严重哦。阿 K 啦，阿 K 啦，快点！风好改诶，你也改啊，你风发啊！阿 K 啦，阿 K 啦，走了。阿 K，太太，情况紧急，请你在旁边稍后，你这样会影响我们急救。妹子里通知输血中心，需要 A 型血液。素梅啊，是。有啦，先坐啦。这哦，老本专业经验啦，你按紧做哦，要慢慢去帮助啊。刘医师，麻烦到急诊部门，有病患急需看诊。阿群，阿 K 唔会用水吼，竟唔会有事情吼。什么？你先冷静下来啊！阿 K 给你填胸，听说没事情了哈。不好意思，借过一下。糟糕，溶血现象已经非常严重，快！素梅，医生，乜嘅？找医院急救哦！阿春雨记到多大明白嘅事情咯，讲安样件咯，我看冇办法，我一定要我来安你两片呢。阿飞啊，你很复杂嘅官司，请我他家想法同样啊，也件事情一天早就解决了。好，你建议吼，我做请大家来参详，一天我阿春雨本安你一扎交代。素梅啊，医生大体点点呢，咁样坐下来歇看一下。哎呦，我用要坐会下咧，你本来听通一下咩？阿 K 唔會有事情嘅，唔好叫佢好冇？真係捱唔出。那個阿 K 真嘅有乜嘅事情，我哋生意都會艱苦到死哦。冇可能啊，冇能講法。阿 K 啊，唔會有事情嘅，叔啊，小勇弟已亲自别了，拜托你听说的天数阿 K 渡过难关，拜托你。
是 A 型的，我可以捐血给阿杰。谢谢，不过现在还不需要。医生，怎么样？啊，医生，我们家阿杰应该不会有事情哦。还好蓉姐状况已经控制住了，暂时脱离危险。不过春怡啊，这孩子上次发高烧，我就跟你说他有蚕豆症。我不是有给你一张 G6PD 的备忘卡，上面都写好了，有蚕豆症的孩子不能随便吃药。你怎么还给他吃含有阿司匹林的成药呢？医生，是我没有跟他们讲阿杰有蚕豆症。这种事你没告诉其他人，你真以为你一个人就可以做得面面俱到吗？是的。不好意思，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阿杰吗？进去看可以，不过他今天还不能出院，要留院观察。如果他要再昏迷的话，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哎，等下，先忙呢批啦。怎么会等下？大家会急死嘞。你哋去傻傻哦，面都粗粗嘅，呢批咁做得看咧。咋嘛个冷清啊？假使根本伫背度吼，网顶的很矮，看到人对面啦，我我到医生吼，怕挨死人。无事情哦，要不然就吓到有事情的啦。你哋哦安心啦，阿克拉说过哦，最按签，然后又按机车。出所验落无，要冇去数流嘅啦。阿綠哥，唔好笑啦。阿 K 啦，唔要那位冇疏鬆，我去攞阿春怡講哦。阿春怡，那位艱苦啊，我去睇醫生咯。唔好啦，我當好。我說去到對大家當拍攝啦，我感謝老民宿帶來麻煩的啊。冇死人嘅，我嘛嘅愛用嘅法，太子家對伊家人啊，快講xử理哦，係阿春怡愛咧。不過民宿了後啊，發生很多事情，係講該條人用那愛了件事情來做文章。我將會個讓向到查克界面上的。阿杰，做海眼唔好，有冇應該清菜那肉嘅本事？什麼啊這？你用定愛有蠶豆症啊？總講哦，攏係眼唔好。不過。講來，你都可能唔知啦。我得到了解蠶豆症，唯一嘅優點是係我每本無人個找到啦。因為有問題嘅風險區，我學下我念創嘅現狀啊，這是係做得本愛聽嘅優點啊。嘿，四個啊，伊個你唔會找到別人嘅，佢下禮拜你都解放條路了哦。唔係工作啊。你出院過後啊，你都學嘅36號地部對方向，日日啊都挨檢房圍門呢，哎呀啊，挨都唔會本門呢當，咩唔會車到別人嘅咧啊？啊，你講，讓身體起碼該係有夢嘅，拜託你加塗掉數啦。啊？唔係該時間改啊？啊，個方向係乜嘢啦？方向係2時溫背啊。這意思哦，差不多啦。哎，你哋寫過哦，因為北邊咧係按機車。春晴先生，我老阿你個送掉口咧啊！哇，這比搞小學生還較難呢。好了，各位，病人需要多休息，現在也晚了。醫院規定他是病患，只能留2個人，其他的請回吧。安尼，我留落來啦，係我害阿克破病嘅。我嘛留下來啦。你哋兩啥愛談戀愛啊？
无伫骗人面前啊。啊，你讲，唔好乱讲话啊！总共吼，你哋全部转去啦。啊，客咯按机车来3人都做得啦。你哋天公去大组长来都好嚟啦。你哦，亚3人按鲁服，喊迄眼也留下来。哇，你哋好都按唔盼得离开我，计下礼拜我一时的自由都冇人呢。神经哦！好啦，阿 K。 既然都看我老陈真先生哦，谈了本人看了。好啦，太子讲实转起来啦。好嘞，好嘞，来，哎呀，一哆来咪 ，OK， 哎呀，好嘞。怪在阿 K 今比时的推荐嘞，希望我这生意哦都会不做多事哦。是咩仔？你做这补偿诶？ 我有选不上啊！妈，性格就去卡本来啊！小鬼啊！你用其非套东西要呀？哇，你很紧张，是咩这事情哦？敢讲你两手真紧摊落来了？哎，你冇发动你账吼，我就唔敢答应呀。这玩。 事情哦，拜托，严过2年再去讨论好冇？筹备安部啊，实在吵死人的啦！我想，按总头迄暗点心的素材，让我半夜的救护车收滚。原来我打他嘛，张弟讲，因为几下都出家属实啦，查死的好人家都中毒啊，闹出人命哦。嘿呀，你哋吼都带爱老总头的名声。 去到嘛个时候啊！错！好嘞啦，莫暗用啦。拜托，你这个母猪都抢命嘞哦，眼睛没好个咩？你就莫歪嘴掉就爱死啦。杨总，唔看啦，亚洲生人的吼，都阿春爷高头之下，一直讲他无礼貌啦，一直要好使用暴力。唔讲，每次再来波头啊，按总头喊我面皮嘛。你，太子，冇。 鸟啊！我打我係嘛？哈！我打哦，都較睇呢條誒，也無佢雙鏡頭，無法度表現佢委屈嘅樣誒。太子，算了啦，安尼哦，機會行較痛啊，莫個幫阿春姨惹事情添麻煩嘞。春兒啊，他喺隔壁連下幾十年了。 那对这件事情，那提出妥善的处理哦。杨总，还看你无较好的方法啦，你就接受个下放人的那建议啊。这下放人员有提出嘛个建议冇啊？对了，其他类那人生人送到寄养家庭。假使我哋唔肯呢？个嗌做很警察来强制来处理哦。 陈氏啊，哪个人生人的资料啊，整理一下，方便送本该下放人员的作业吧。好嘞，两件事情搞不来，你要后转呢，后转呢。来，走。阿妹。 人家他应该用个伞哦。唉，用個晒。你確實你非法輸入了條聲音嘅。阿瑞，你咁早就唔好講按人情，迄下春兒好心使用嗰條聲音，將迄嗰條零衫唔抵阿春兒嘅酷刑，還有一條嘅污費，將會造成根本嘅問題嘛。
鼓手出现问题，所以因为真有问题啊。问题做得解决啦。跟你打算用一种。俺做得老太家讲，请个太家无好多地球，这条生意还做得继续留到民宿啊。就算这条生意来留下来，佢都咩无法度继续回到民宿来做生。而你查客，你无法度经营下去，这条生意嚟嘅学费还要成发费，我用解释。想闭上眼睛，微风在轻声细语，唤醒心中那些沉睡记忆。花瓣铺满了一地，就像往事的脚印。我终于又回到这里，大海让我拥有蓝色的勇气，不用怕晒散了一天的雨，晒散了一天的雨，不管还会有多少风雨。是你陪我欢笑和哭泣，一起守护着许下的约定。不用怕晒散了一天的雨，晒散了一天的雨，不要害怕暂时的分离。书把松开的记忆，有一天我们会在花树下相遇。